续来看艺人蹦车车，去年宣布破产，欠人2亿4千万。为了要行销，啥物工课都做，唔那加入到直播来卖海产牛肉。最近嘛加入直销电商，希望会当伫3年内甲债务清掉。其实这艺人哦，过去包括马国碧，嘛是靠着做直播来行销。啊，本土剧的第一男主角陈昭荣，规气歹搬戏，改来做电商平台，一年讲会当赚1亿外。蹦车车甲吴宗宪做伙出现，宣布要加入直销电商，因为为去年8月份开始，伊宣布欠人2亿4千万破产了后，伊真骨力接各种势头，甚至去直播卖海产、卖牛肉，就希望讲将这债务赶紧清了。是私心作祟哦，能够很快速的累积一些还债的能力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其实最近几年来，工作较无遐顺的艺人，拢转做直播去卖物件。欠人5千万的马国碧嘛靠直播伫行债务，最近几年来无代表作的范石伟嘛去卖海产。我想要用那个香油，因为直播靠赚，像本土剧的这个陈昭荣，规期就减少演艺工作，专心创立电商品牌，亲身上阵伫网络卖物件，佫做了袂歹。较大，好，这就是今天的第一标海洋大吵架。为生活用品、食的、啉的，拢有伫卖。陈昭荣的电商品牌一年拢有做超过1亿的生意，因为艺人本身就卖将甲知名度卖物件宣传的效果较好。像陈昭荣家己做品牌，赚上济，有的艺人是报一摆收一摆钱，有的是分人利，这拢是艺人的外劳啊。